恒指再次回到26000，而喺悶市之際，中國平安呢隻股票逆市上升。Hello， 你好，我係 Ron 啊，歡迎翻到嚟100% 公開復盤。今個禮拜嘅恒指呢，又再將上星期嘅走勢 copy and paste 咗一次。正當大家都覺得個市好悶嘅時候，有一隻股票係掘地而起噶，呢隻就係中國平安啦。咁所以 Part 1嘅部分，首先會同大家分享下我點樣發掘到呢隻股票喺悶市嘅時候都可以有6位數嘅盈利。我會拆解我背後所用嘅策略嘅。而 Part 2嘅部分就會分享下港股同埋美股喺年尾之前可唔可以再創一波升勢呢？個股嘅部分咧就會同大家分析下阿里巴巴最新嘅走勢，因為我知好多朋友咧都係關注緊巴巴嘅。另外仲有騰訊同埋百度，而其中嘅百度咧似乎已經形成緊一個唔錯嘅形態咯。嚟緊有冇機會可以部署呢？目前港股慢慢出現緊新一批嘅潛力股，咁所以記得睇到影片嘅最後啦。順帶一提，後台數據顯示有70%睇過我影片嘅觀眾都係未訂閱呢個頻道嘅。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嘅分析影片，就記得要訂閱咗先啦。同埋記得加入我嘅免費群組，喺留言區嗰度有個連結咧就可以加入嘅。咁當我有最新嘅分析影片，或者我有其他嘅一啲教學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喺群組嗰度去通知大家嘅。好，咁首先第一部分咧就嚟做個復盤，睇睇近期做咗啲乜嘢操作啦。咁啊，近期嘅一筆操作咧就喺上個月11月10號做嘅，只不過就一路揸到今個月咁隻股票先開始升啫。咁啊，我哋碌翻去11月10號去睇啦。OK， 咁當時11月10號咧就講到2318中國平安咧係出現咗技術信號嘅，咁喺59個1嗰度咧係升穿咗形態嘅突破點，咁而且咧係單獨收市企穩，咁啊同行業亦都出現咗一個同步趨勢。咁當時呢筆交易咧就喺11月10號做嘅，睇翻左邊恒指嘅走勢咧就箭嘴指住呢個位置啦。咁你可以見到當時我做咗呢一筆交易之後咧，其實恒指係出現咗一個微弱嘅跌浪嘅。你可以見到往後喺11月至到12月呢段期間呢，恒指係做緊一頂低於一頂嘅，你可以話係一個微弱嘅下跌浪，或者一個橫行偏遠嘅走勢。咁簡單嚟講就即係恒指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弱勢啲嘅表現嘅。咁但係睇翻隻2318中國平安呢，當時我喺黃色線呢度買啦，亦即係59個1嘅位置。咁當時呢個位置買完之後呢，之後中國平安的確係一個短期嘅下跌嘅。咁但係去到12月開始咧，就一支箭咁樣飆咗上去啦。咁而你對比翻啱啱恒指嘅走勢咧，你會發現恒指其實係一頂低於一頂，一個微弱嘅下跌趨勢。但係平保咧，其實係逆市上升嘅。佢喺恒指跌緊嘅時候，反而係逆市上升，完全同恒指就係兩個唔同嘅格局嚟嘅。咁亦都代表到中國平安咧係其中一隻嘅領導股啦，亦都係目前比較市場熱炒嘅一隻股票嚟嘅。咁當時點解會喺黃色位呢個價位可以捉到呢一波嘅升勢？知道呢隻股票係有能力去逆市升呢？咁其中一個原因，以個股嘅層面嚟講呢，當時中國平安呢係叫做企穩喺一個非常大嘅關鍵位之上。咁呢個關鍵位呢，就係呢條藍色線啦。講緊58至59蚊嘅呢個區間呢，其實係講緊一個長達3年半嘅一個阻力區間嚟嘅。你可以見到由22年嘅2月開始啦，一路去到23年嘅1月，再去到24年嘅10月，然後再去到近期25年嘅8月，其實已經係4-5次冇辦法上到呢個區間之上嘅。咁所以呢度係一個比較關鍵嘅位置。而我當時11月10號買入嘅時候呢，其實係企穩喺呢個關鍵價位之上嘅。咁所以呢度呢係個股層面嚟講嘅一個突破啦。咁而板塊層面嚟講呢，當時中國平安亦都係我見到市場資金熱炒嘅一個板塊嚟嘅。唔係講緊淨係中國平安。如果睇翻同板塊嘅2628嘅話呢，亦即係中人壽嘅話呢，其實當時喺11月頭嘅時間，中人壽都係出現咗一個突破性嘅走勢嘅。咁你要知道嘅就係呢，其後其實係無論科技板塊定抑或整體大市呢，其實都係偏弱嘅。咁但係唯獨就係中人壽同埋呢個中國平安表現係比較抗跌啲，亦都出現咗一啲突破性走勢。咁你見到同板塊兩隻領頭嘅股票出現啲咁樣嘅走勢呢，咁好大機會係因為佢唔係一個個股嘅行為，而係一個板塊嘅行為嚟嘅。咁目前市場資金咧都係偏保守少少，亦都係炒緊保險呢個板塊。
咁所以喺11月至12月，無論由個股層面定抑或係板塊層面嚟睇呢，其實中國平安都係首選嚟嘅。咁所以點解揸咗大概個零月左右啦？咁今個月呢就大放異彩。咁基本上由12月5號開始呢，直到今個禮拜連續2個禮拜都係成支箭咁樣飆上去㗎，完全同恒指就係調翻轉嚟行。咁所以你話大市冇乜力，係咪冇嘢炒呢？咁絕對唔係嘅。咁中國平安呢隻股票呢，我就揸到今個月呢，就已經係116000嘅盈利啦。呢個係講緊今個禮拜1嘅盈利啦。再揸多2日，揸到今個禮拜5為止呢，咁已經去到14萬嘅一個盈利。咁當然啦，目前2318中國平安呢已經係處於一個非常之高位，唔適合追入嘅一個位置㗎啦。但係市場總有下一隻爆升股㗎嘛。如果你想知道下一隻爆升股或者下一個爆升嘅板塊係邊一個嘅話，首先你就要學識股價爆升嘅底層邏輯。個股喺爆升前有乜嘢嘅信號可以睇呢？板塊喺爆升前有乜嘢信號可以睇呢？咁喺嚟緊我免費嘅工作坊當中就會分享多少少呢方面嘅內容嘅。我會教你點樣捉到下一隻嘅爆升股，同埋教你點樣捉到下一個爆升嘅板塊嘅。咁喺留言區嗰度有個連結呢，就可以參加呢個免費嘅工作坊噶啦。咁所以你話恒指橫行嘅時候係咪冇嘢炒呢？咁絕對唔係嘅，只不過當大市橫行嘅時候，你嘅選股功力就更加重要啦。因為個市升緊，咁你選股渣少少，可能都揀到啲升嘅股票嘅。咁但係個市橫行唔係好夠力嘅時候，就真係好考驗你選股功力啦。你揀板塊可唔可以揀到啲抗跌嘅板塊呢？你揀股票可唔可以揀到行業當中一啲領導嘅股票呢？而呢樣嘢就影響咗你喺橫行市期間有冇能力揀到啲逆市升嘅股票，就好似你哋中國平安咁樣。咁所以橫行市絕對有嘢炒嘅，同埋我想表達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呢，就係選股呢係比大市更加重要嘅。呢隻中國平安你可以見到呢，佢係逆住大市咁樣升上去嘅。而選股本身係比大市更加重要，因為當大市唔係好夠力，咁仲有某啲板塊、某啲股票係可以逆市升噶嘛。咁只係你有冇呢個能力揀出嚟，大市只會排第2位嘅啫，第1位一定係選股。所以選股絕對比大市嘅方向更加重要。咁而家踏入年尾啦，我而家都準備緊2026年嘅部署噶啦。下一個板塊、下一個機會，我點樣去做部署呢？有興趣嘅話，就嚟我免費工作坊嗰度聽聽啦。留言區嗰度有個連結呢，你自己撳入去就可以報到名噶啦。如果你唔識報嘅話呢，都可以留個言話俾我聽，咁我叫助理去幫翻你啦。好，接下落嚟 Part 2會睇幾樣嘢啦，包括係港股同美股嘅大市市況啦。而個股方面就會睇下阿里巴巴嘅最新走勢，仲有百度同埋騰訊嘅最新走勢嘅。港股嗰邊呢，我認為2026年會係一個好唔錯嘅年份嚟嘅。具體原因我喺後邊嗰 part 我再詳細啲去解釋啦。後邊少少嘅部分呢，會做港股2026年嘅全年展望嘅。呢個留待後邊少少先講。但係我哋首先睇睇美股呢邊呢，睇翻標普嘅走勢呢。聯儲局喺今個禮拜3呢就確定係減息啦，而市場表現方面呢，其實都係正常嘅一個回調嚟嘅。你都見到禮拜5呢係出現咗少少嘅沽壓，但係老實講呢，上星期嘅影片都有講到呢，就係雖然係個升勢，但係動能開始減弱啦。所以上個禮拜嘅影片都講到，要小心市場動能減弱會唔會係一個短期調整嘅一個信號呢？而禮拜5呢係出現咗一個短期嘅沽壓嘅。當然啦，呢度我認為都只係一個短期嘅調整嚟嘅啫，並非一個長期嘅一個跌勢嚟嘅。而你睇翻成交量呢，其實唔算話特別嘅明顯嘅。而禮拜5最後收市呢，亦都係有少許嘅縮尾縮翻上去嘅，所以唔算話一個極度嚴重嘅一個沽壓，比較似係一個短中期嘅調整。而下方嘅支持位呢，就係20天、30天同50天交界嘅一個位置，有3重嘅支持位喺呢度噶。同時間第4重嘅支持位呢，亦都係出現咗嘅。喺50天嘅位置呢，同時亦都係10月頭呢個浪頂嘅一個交界位置。所以其實喺標普嚟講呢，大概6760左右呢，呢度係有4重嘅支持位去頂住嘅。如果市場係冇跌穿呢個位置嘅，咁就傾向係一個短期嘅調整。但係假如呢個位置咁大嘅一個支持位都跌得穿嘅話呢，咁我相信下邊就會係一個比較深度少少嘅調整。目前嚟睇嘅話就純粹係講緊呢個淺度嘅調整，定係一個深度嘅調整。但係都係調整嚟嘅，即係你話熊市呢，咁我覺得就未至於嘅。OK。但係值得留意嘅係呢，而家美股呢就並非每個板塊都係掂嘅。如果你睇翻 RSP，亦即係
平均加權指數嘅話呢，咁其實佢嘅表現呢係好過標普嘅。我哋睇翻標普呢係爭少少，但係未創新高嘅。但係 RSP 平均加權指數係已經早過標普創新高，意思即係話呢，權重嘅股票係有落後嘅，而一啲小型股板塊嘅股份呢係跑出嘅。呢樣嘢呢，我哋亦都可以睇埋羅素2000指數作為一個確認啦。咁你見到羅素2000指數所代表嘅小型股板塊呢，其實都係比大市更加早去創新高嘅。咁所以加權指數再加上小型股指數，已經係可以好確認就係小型股呢目前係領先緊嘅。咁而睇埋科技板塊，我哋睇一睇納指嘅走勢啦。納指嚟講呢，佢嘅表現甚至係比標普更加差嘅，因為納指比較權重科技股啦。而你見到佢同標普嘅分別就係佢目前已經係調整到50天同20天交界嘅啦。雖然未跌穿，咁但係已經係回到呢個關鍵位置。比起標普嚟講呢，納指係稍為跑輸少少。咁呢樣嘢我哋可以點樣確認呢？我哋睇一睇 XLK。科技業嘅一個指數，咁你可以見到咧，即使係 XLK 咧，亦都係表現得比較弱勢啲嘅，跌穿咗50天，目前就頂住咗20天呢度，亦都係比其他板塊或者整體大市咧係偏弱嘅。咁所以美股目前嚟講咧，小型股係跑贏嘅，但係科技股係跑輸嘅。咁所以美股呢邊咧就要慎選板塊啦。咁當然啦，唔止美股要慎選板塊嘅，港股都要慎選板塊嘅。咁接下落嚟呢，我就會去到港股嗰 part 去詳細分享下啦。開始港股之前呢，我都想做個快速嘅邀請啦。好開心最近幫大家爭取到呢富途牛牛全港最高嘅迎新禮遇，咁係高達2000蚊嘅，而且其中400蚊呢，你係可以即時拎出嚟嘅。如果你經過優惠碼 RONNOW66 去開戶嘅話呢，就可以拎到呢個全港最高嘅優惠啦。留言區有個連結嘅，撳入去就會見到開戶嘅詳情噶啦。富途牛牛亦都係我用得最多嘅一個交易軟件啦，唔同嘅投資功能你全部都可以喺富途嗰度揾得到嘅。呢個全港最高嘅迎新禮遇呢，只係限時嘅啫，大家記得把握機會，用我嘅 RONNOW66 呢個優惠碼咧去開戶啦。好，接下落嚟我哋就嚟睇睇港股嘅部分啦。咁首先我哋由一個大趨勢嚟睇呢，其實港股今年全年嘅表現係幾好嘅。但係來年2026年仲可唔可以繼續有個好嘅表現呢？咁首先我哋由資金流嘅角度嚟睇睇先。咁其實港股今年整體嘅表現係唔錯嘅，好大原因係因為港股嘅估值平啦，而今年持續地都係有外來嘅資金同埋北水嘅流入嘅，市場比較大程度上係受到資金嘅流入而推動嘅。而喺來年嘅2026年呢，資金流入係有望繼續維持到嘅，包括咗外資同埋北水嘅流入。自從聯儲局喺今年9月份開始咗新一輪嘅減息之後呢，中美之間嘅息差係開始慢慢收窄咗。而隨住息差收窄，對於往後外資繼續流入港股市場呢係有幫助嘅。而北水方面呢，今年北水流入港股嘅規模呢，亦都係創咗歷史嘅最高水平。同時間，北水累計持有港股嘅市值，亦都係創咗歷史水平嘅。咁目前嚟講，內地債息比較偏低嘅情況下呢，係有望2026年繼續引導北水嘅資金流入港股市場嘅。咁所以就目前嘅情況嚟睇，港股正正就係估值比較合理啲，再加上有外資同北水嘅持續流入。呢個亦都係點解我覺得港股2026年將會係表現非常唔錯嘅一年嚟嘅。咁啱啱嗰個就係宏觀少少嘅視野去到睇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近少少嘅話呢，咁港股目前嘅走勢又點呢？咁港股今個禮拜嘅走勢呢，其實同上星期嘅走勢好似嘅，好似係純粹將上星期嘅走勢 copy and paste 過嚟嘅啫。上星期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呢，係先跌而後升嘅。今個禮拜都係一樣。禮拜一、禮拜二先跌，然後去到往後幾日後升，亦都係先跌而後升嘅一個格局。咁依家係連續2個禮拜出現呢種格局噶啦。咁而整體趨勢嚟講呢，其實都係一個上落橫行嘅趨勢。咁但係正如啱啱所講啦，其實已經連續2個禮拜有一個先跌而後升嘅格局，咁顯示到港股呢，其實都係幾抗跌嘅。而值得留意嘅係呢，今個禮拜5嘅回升呢，喺呢一日回升咗400幾點，同時間亦都係講緊2400幾億嘅成交量，已經講緊2-3個禮拜時間冇見過咁大嘅成交量噶啦，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可以留意嘅位置啦。目前嚟講呢，雖然整體趨勢仲係橫行緊啊，但係我認為向上突破嘅機會係可以留意下嘅。上方嘅關鍵位呢，依然都係冇變噶，都仲係26300點。26300點係30天、50天同埋前浪頂嘅一個交界嚟嘅。OK， 啱啱講漏咗啊，就係恒指咧，其實今個禮拜3咧最低位係跌到25257點嘅，而呢個價位咧正正就係
呢條150天線同埋前浪底嘅一個位置嘅交界嚟嘅。咁你可以見到早前呢10月17號同埋10月21號呢兩個底部呢都係去到25,200點附近嘅位置嘅。而呢個位置亦都係好近3月嘅呢個頂位，咁所以25,200點再加上85天線呢個交界呢，係一個比較大嘅支持位。咁你見到恒指今個禮拜三一回落到呢個支持位呢，就馬上向上回升噶啦。咁所以恒指呢，其實都係跌唔落嘅。咁目前需要等待嘅呢，就係等待市場會唔會出現一個突破嘅行情啦。咁就啱啱講到嘅26,300點嘅一個水平。咁假如恒指係可以順利突破到呢個價位嘅話呢，我相信嚟緊係會有一波短中期嘅升勢嘅。如果真係突破到26,300，咁就有機會向27,000去望㗎啦。咁但係前提係佢要突破到呢個價位先。咁如果升唔穿呢個價位呢，咁就乜都唔使講㗎啦。咁再者呢，我想表達嘅一個重點就係，其實大市嘅走勢呢，就並非最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如果你有睇前面 Part 1嘅復盤部分呢，你會知道我操作嘅一隻中國平安呢，其實佢都係逆住大市嘅一個跌勢去到上升嘅。即係話恒指跌緊嘅時候，中國平安都係升緊嘅。咁而當時我操作呢隻股票嘅邏輯就係，我要揾到一啲逆市升嘅股票。咁所以大市嘅升勢或者跌勢呢，其實只可以排第二嘅啫。更加重要嘅係你揀嗰隻股票同埋佢嘅板塊係咪可以逆市升呢？呢個反而更加重要嘅。咁所以恒指嘅方向，我覺得作為一個參考就可以啦。更加重要嘅係你嘅選股同埋你嘅板塊。咁當然啦，呢方面我喺工作坊嗰邊再講多少少啦。免費工作坊嗰度會詳細講下嚟緊我點樣揀到下一個會爆升嘅板塊，同埋板塊當中最有爆升潛力嘅嗰幾隻個股。我當中選股嘅邏輯，我係點樣揀出嚟？呢個免費工作坊嗰度再講多少少。如果你想聽多少少嘅話，喺留言區嗰度呢，有個連結就可以報名噶啦。限時免費嘅，咁但係名額有限。好，咁我繼續講啦。恒指啱啱大市嘅方向就講完啦。咁而下方嘅支持位呢，就係啱啱亦都有提過嘅25,100點。呢度係前面兩個浪底，再加上早前3月呢個浪頂嘅一個支持位嚟嘅。同時亦都係85天線嘅一個交界位置，咁所以25,000頭呢個區間呢，其實係唔可以跌穿嘅。咁只要恒指冇跌穿呢個價位嘅話呢，咁其實都係冇事嘅。咁但係指數都係其次，更加重要嘅係個股。下一步我哋就嚟睇睇個股嘅走勢啦。咁陣間再後啲嘅部分呢，會講講阿里巴巴同埋百度嘅走勢嘅。咁呢度先嚟睇睇騰訊嘅走勢先。咁騰訊今個禮拜五呢，亦都係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反彈嘅。咁但係整體趨勢嚟講呢，其實都係受制於一個下降嘅趨勢。你可以見到呢條藍色線呢，係講緊由10月頭一直到11月中呢，去到延伸出嚟嘅一個下降趨勢。咁而你見到股價呢，其實到目前為止呢，都仲係未有一個轉勢出現㗎。而且目前股價雖然禮拜五叫做一個大少少嘅反彈，咁但係目前嚟睇都只係可以判斷一個反彈嘅啫。上邊仲有30天、50天同埋下降軌喺度頂住咗。咁所以你話要轉好呢，我覺得仲係需要少少時間嘅。咁而睇埋科指嘅話呢，其實科指目前嚟講係一個橫行上落嘅趨勢啦，就並非一個轉勢出現嘅。咁所以目前嚟睇，無論係科技板塊定抑或騰訊嚟睇嘅話呢，都係偏弱嘅。目前最多只可以話騰訊禮拜五一個比較大幅度嘅反彈，咁佢係有機會短期跌唔落嘅。咁但係你話係咪轉翻好呢？我覺得就仲需要再等一等咯。今個星期純粹係叫做落到去590蚊呢個位置呢，有一個短期嘅支持嘅啫。因為590蚊呢係9月頭嘅一個低位嚟嘅，一個浪底嚟嘅，所以590嘅一個位置呢，就變成咗今個禮拜嘅一個低位，亦即係一個支持位啦。咁純粹係去到一個支持位跌唔穿，咁而係有個反彈出現。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技術性反彈嚟嘅。如果你話要見底嘅話呢，我覺得目前仲未可以確定得到，仲需要再觀望一下啦。至於百度方面呢，咁個情況就好唔同啦。百度呢一波嘅走勢呢，其實比較似係一個逐步轉好嘅一個走勢，比起騰訊嗰種一日半日嘅反彈，其實百度呢已經係連升咗幾個禮拜㗎啦。你可以見到，自從11月尾呢個禮拜24號呢個禮拜開始呢，其實到目前為止連升咗3個禮拜㗎啦。而我哋對比翻恒指嘅走勢呢，恒指只係升咗2個禮拜，今個禮拜係微微嘅一個下跌。咁由呢點你亦都見到呢，其實百度嘅表現係比恒指更加好嘅，係小幅跑贏緊恒指嘅。
咁而睇翻個走勢方面呢，佢亦都係由11月尾開始啦，建立緊一浪高過一浪嘅一個走勢。咁啊，用白話嚟講呢，就即係話好似上緊樓梯咁樣啦，一級再上一級，咁啊叫做一個一浪高於一浪，一個最基本嘅上升趨勢係建立咗。咁但係值得留意嘅係，目前呢一條下降軌呢都仲係好重要嘅，因為你可以見到呢，黃色嘅呢條下降軌代表咗由10月一直到12月嘅一段下降趨勢，而目前嚟講，百度係未正式地升穿呢一條下降軌嘅。12月8號叫做輕輕掂一掂呢條下降軌，但係9號咧隨即落翻嚟。咁而目前佢個走勢比較似係咩呢？比較似係retest 緊呢一條下降軌兼50天線嘅一個水平，因為你見到今個禮拜回到呢條50天線，即時係彈翻上去。咁如果你係學生朋友嘅話呢，目前呢度係形成緊一個 MC 形態嘅。呢個 MC 形態咧有機會成為下一個嘅突破點嘅。咁而一個比較關鍵嘅水平咧就係上方嘅128蚊，亦即係呢個小型橫行區嘅區頂。咁啊佢做咗呢個細浪啦，咁個區頂係128蚊，呢度係一個關鍵位嚟嘅。假如百度真係有能力升穿128蚊嘅話咧，咁係有機會出現一個轉勢嘅。咁但係前提係佢要升得穿呢個價位先，即係如果升唔穿呢個價位，或者喺128蚊做咗個假突破咧，咁就另外一回事嚟嘅。咁而下方嘅一個支持位咧就係120蚊啦。OK， 呢度可以係一個防守位嚟嘅，因為佢會係呢一個細浪嘅浪底啦，再兼50天同10天線三者交界嘅一個位置。咁所以目前嚟講就等佢可唔可以升得穿128蚊啦。升唔穿咁就唔使講，咁但係升得穿呢，咁就有機會出現一個真正嘅轉勢出現嘅。咁而學生朋友呢度係一個MC 形態啦，咁你亦都要留意突破呢個形態嘅時候會唔會有雙綠嘅出現。如果有嘅話呢，個勝算就會高啲嘅。咁啊，課觀眾朋友嘅話，如果你唔知道咩係形態啊，咩叫突破啊，點樣睇趨勢啊等等，咁基本上咧，你係好難捉到啲爆升嘅股票嘅，因為股價爆升前，你都要識睇信號，你知有咩嘢跡象可以見得到，就唔係亂咁去部署嘅。如果你真係唔識啱啱所講嗰堆技術嘅話咧，真心希望你可以嚟我免費工作坊嗰度聽一聽啦，我會由最基礎開始教起嘅。點樣揾一隻爆升股出嚟？最基本嘅選股邏輯係乜嘢？選板塊嘅邏輯係乜嘢？呢個免費工作坊嘅目標就係教識你揾到下一波嘅爆升，下一隻爆升嘅股票。喺留言區有個連結，你撳入去就可以報名噶啦。費用全面嘅，咁但係名額有限，我唔知而家仲有冇位啦。如果你撳入去個網站度仲有得報嘅話呢，就即係仲有位。如果報唔到，咁就即係冇位啦。你有任何需要幫手嘅話咧，都可以喺留言區度俾我知嘅，我揾助理幫翻你。好，接下落嚟我哋再講埋今日最後一隻股票就係阿里巴巴啦。咁巴巴咧其實目前嚟講咧係做緊一個低位嘅收窄形態嘅。咁你可以見到咧，其實目前嚟講咧喺今個禮拜個底咧同埋11月尾呢個底咧係形成咗個短期嘅上升趨勢。咁但係呢個係個短期嘅上升趨勢啦。中長期嚟講咧，佢係一個長期嘅下跌趨勢嚟嘅。OK， 咁即係話中長線弱，但係短線係慢慢偏好嘅。或者如果你係學生朋友嘅，呢度係一個 LC 形態嚟嘅。OK， 咁唔好講到咁深住先。咁目前嚟講，巴巴咧其實呢個低位嘅一個收窄形態嚟講咧，其實佢係等爆邊嘅，等爆邊嘅。OK，咁下方嚟講雖然係一條上升軌啦，咁但係假如跌得穿呢條上升軌嘅話咧，咁將會有進一波嘅跌浪。咁目前值得留意嘅關鍵位置咧就係147蚊嘅。亦即係呢條藍色線嘅位置，因為147蚊係幾個支持位交匯嘅一個地方，包括前浪底啦，呢條短期上升軌啦，同埋呢條100天線嘅一個位置。咁所以假如巴巴守得住147蚊，咁就冇事。如果守唔住跌穿咗嘅話呢，咁我相信進一波嘅跌浪係會有機會發生嘅。所以就睇下巴巴守唔守得住147蚊啦。咁至於向上方去判斷嘅話呢，上方嘅一個大阻力位呢，就會係156蚊嘅。156蚊呢度呢，我會判斷係一個初步轉勢嘅位置啦。咁假如升得穿呢度，就等於係升穿咗呢條長期嘅下降軌，再加30天線交界嘅一個位置。咁但係升得穿156，我都係判斷一個初步轉勢嘅啫。如果你話真係要好 confirm 嘅話呢，我相信係要破埋上面嗰條50天線嘅，因為50天線係一個傳統嘅牛熊分界線啦。咁如果有能力叫做收市企穩喺呢個價位之上，咁先叫一個比較安全啲嘅位置。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分兩個 level 去睇啦。156蚊係一個初步轉勢嘅位置，
而50天線亦即係大概160頭啦，就係一個比較確認少少嘅轉勢位置。咁但係目前嚟講，呢兩個 level 咧都係未發生到嘅，咁所以目前就要等待佢有冇一個突破性嘅走勢出現啦。巴巴咧，我覺得佢長遠嘅投資價值咧依然都仲喺度嘅，純粹係佢呢個調整究竟會更加深、更加耐，定抑或會比較早結束咁解嘅啫。咁所以你就要睇下佢究竟會係向下做一個突破，定抑或向上做突破啦。咁呢個就好重要啦，判斷到佢呢個調整究竟會去得幾深嘅。咁當然啦，呢堆技術如果你係新手，你可能覺得好複雜嘅。咁但係唔緊要，我免費工作坊嗰度會由零開始教你。如果你唔識呢堆技術嘅話呢，咁我相信你好難去捕捉到下一波正確嘅行情嘅。咁今日分享嘅內容就到呢度為止啦。咁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啦，拜拜。